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性愛資料嘅第54個視頻，介紹演員陳都靈。生辰資料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中有個特別星格，日月夾夫妻宮。陳都靈，1993年10月18號生於福建廈門，書香門第，南航飛行器製造工程專業畢業。2013年獲 Face Joking 校花冠軍受關心。2015年帶3點主演向而出道，提名上海影評人作獎最佳新人。2016年以優秀畢業生身份畢業，此後10年佢擺脫清純校花標籤，磨練演技。2023年憑生月盡明一人分析除霾，演技出圈。同年蓮花樓飾演喬婉面，獲文榮作獎10佳青年演員。2025年晏河時演莊韓晏，口碑熱度雙高，獲國劇盛典全媒體關注演員。佢以工科理性同演員感性西融合，低調敬業，從學法成長為實派演員。星案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陳都靈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